Hi，我係 Elaine。可能你會發現有好多關係唔太明白咩係愛，點樣去愛。要得到愛，首先要愛自己。我發現有5個核心好正，想分享俾大家。第一，接受自己，接受自己唔完美。我哋唔需要完美，只需要完整。了解自己嘅生存價值、優點、缺點。第二，照顧好自己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瞓覺，健康飲食，每日畀自己 me time 嘅時間去放鬆，去感受自己。第三，設立界線，學會斷捨離，只跟自己喜歡又同頻共振嘅朋友仔一齊。第四，關愛自己，安排1到2個令自己感到快樂又放鬆嘅活動，例如靜坐、聽純音樂、散步、睇書，又或者買紮花畀自己。第5，用心去享受生活，用心去專注當下，令自己開心幸福嘅感覺。第6，保持信念，相信自己值得被愛，相信自己心中有光。最重要嘅係學會感到唔開心嗰時，為自己打打氣。祝福大家健康幸福。